来，哥几个喝。哎呦我，这真好，躺着真好啊！来喝啊！哎呀，这么带劲呐！妹儿啊，来喝爆一哎，你看这个。过来，老妹儿，哎，来，哎，别走啊！哎，来喝酒吧。参见少主，恭喜少主，血灵大法越发精进了。钟无，你做的不错，这些可就是这次灵寿山参加禁地试炼的全部弟子了。启禀少主，除了几个新入门的弟子之外，这些就是主力了。带队的长老也是咱们自己人，这替换死士的事儿，不会有人多嘴的。很好，这次禁地之行，你要尽量针对七大派的炼气期精英弟子下手。让他们多折损些人手，事成之后，门内保你筑基。少主放心。啊，对了，小的结识了一个黄风谷的修士，他真实身份是千竺教的人，想获得主人的庇护。千竺教，就是那些玩傀儡的吧？呐，有点意思。准了。那就让这场狂乱之宴开始吧。参见堡主。启禀堡主，属下顺利的以客座弟子身份进了偃月宗，可就在血色禁地试炼前夕，七大派决定只让他们本派弟子进入，属下被排除在外。又花了1整年的时间寻找所需的灵药，也一无所获。200年来，我燕家堡也就出了燕儿这么一个天灵根的天才，可他以我燕家堡的势力，居然连他需要的药都找不到。七大派的长老们都知道，谁控制了血色禁地，谁就控制了虚国修仙界。这偃月宗明面上与我们交好，但涉及嫣儿的事，却丝毫不肯行方便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修仙界也不止这七大门派。我此前结识了一位他国修士，有些本事。他声称可以帮咱们，但只愿见堡主一人。堡主愿意见见他吗？筑基期修为，却带了2个结丹期的护卫，看来你还真不是一般人呢。说吧，此来何事？见过燕堡主，在下此来是为了救嫣儿姑娘。她需要的一味药，生长在刚刚关闭的血色禁地，再一次开启，便是60年后了。非必要等60年，我有特殊功法，能起到同样效果，让嫣儿姑娘苏醒过来。
苏醒过来，你想要什么？燕家堡的友谊。你若真能救得了他，燕家堡上下自然欠你一份人情。但要是你救不了，可就休怪老夫不讲情面了。燕堡主，您可还记得300年前之约？你难道是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将会获得新生。堡主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正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。这外来人确实有些本事，经他医治，嫣儿的情况有所好转，应该不日就能醒来。不过他向我提出想求娶嫣儿。嫣儿小姐有望康复，属下自然高兴，但此人万万不可相信，更不能与他结亲。长老，这是何意啊？此人不是你带来的吗？属下那日看到了他为嫣儿小姐医治时使用的功法，邪异无比，吸人功力，有伤天河不说，还有无穷后患。长老之言，我向来尊重，但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此人身份未明，我一时失察，才将他推举给您。他的手段如此可怕残忍，我们与之合作，恐有大患。现在尚可悬崖勒马，万望堡主三思啊！长老以为我为了嫣儿而不顾整个燕家堡吗？我也是在为燕家堡的未来做打算。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。若我不在，燕家堡需要有人来带领。七大派存在的根本，不在弟子和资源，而在门内隐士的元婴长老。元婴以下，皆是蝼蚁。燕家堡这几百年来，只有身具天灵根的嫣儿，足以修到元婴期。他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话虽如此，可此人来路不明，若是对嫣儿不利，又当如何？堡主若是不信，我去试他一试，真伪自现。嫣来，我明日要去会会那个人，我若是过时3刻还不回来，你就向堡主会明。燕磊定不负长老所托。你可是一约独自前来？此地没有别人了。那就好，之前说好的，只要我把你引荐给堡主，你就许我10万灵石，这承诺可还作数？刘长老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有什么误会吗？
我只问你，说好的灵石呢？给。好，我今日就离开燕家堡。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，与我再无关系。刘长老，这是急着去哪儿呢？你我交易已了，后会无期，又何必多此一问？可惜我们的计划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你要是去向七大派告密，可就不好办了。哼，你休要威胁！我要是1时3刻不回去，自会有人向堡主禀报。刘长老，试试我新的阵法吧。血灵大法，你和鬼灵门老怪是什么关系？你瞒不过燕燕呐！谁说我要瞒了？此地势必，两位护法大人可先行前往与门主会合。接下来的事，我自有安排。是，少主。堡主，刘长老前往会见那人，数个时辰未归，恐有不测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演业宗去吧。属下遵命。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燕堡主不愧是燕家堡100年来唯一的结丹修士，神识之强大，名不虚传，晚辈佩服。以你筑基中期修为，敢孤身前来，胆子倒是不小。看你的功法，是来自鬼灵门吧？想来医治嫣儿，也只是投石问路。说说你真正的来意吧。堡主果然快人快语，在下王禅，家父正是当今鬼灵门门主。您可记得，300年前，燕家堡就出自于我鬼灵门。这我自然是知道，否则岂能容你活到现在？看样子，堡主还是念旧情之人，那何不续上这段渊源，让燕家堡回归鬼灵门呢？家父对燕堡主这样的高手可是渴慕已久啊。实不相瞒，我六宗已经集结大军，不日便会攻来，区区七派弹指可灭。燕家堡地处边境，首当其冲，又要何去何从呢？战端未起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让我现在下注，令尊是否有些拖大了？其实晚辈今日来此，不光是为了鬼灵门，更是为了燕家堡。修仙界以实力为尊，燕家堡之所以屈居于七派六宗之下，就是因为没有元婴修士坐镇。嫣儿身具天灵根，而晚辈身具暗灵根，正是双修血灵大法的上上之选。以我二人的资质，莫说是结丹期，就是进阶元婴期也大有可能。未来燕家堡和鬼灵门有2个元婴期坐镇，势必凌驾于七派六宗之上。而且，晚辈向您保证，我和嫣儿的孩子将会成为下一任鬼灵门和燕家堡共主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敢立下生死咒？这是2位的通行令牌，城中有护法大阵，一旦开启，修为会受压制，请2位守规矩，不滋事。这阵法还真有些麻烦。
天生媚体吗？难道与那合欢宗老怪有关？哼，有意思。我从来没见过像仙子这么美的女子。是啊。该去客栈了。哎，别走啊！急什么？董事们，你怎么了？阁下最好放开他。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外面怎么动静这么大？就是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东西怎么那么大呀？这是啥情况？这是？看一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是窃贼，他已经跑了。什么窃贼？偷到咱们七派修士身上来了，运气还真不好。已经没事了，叨扰各位师兄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若贼人再出现，韩师弟大可叫我们帮忙。多谢。先告辞了。哎，早些休息。少主，您该更衣了。各位修士久等了，庆典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宾客进前来。嫣儿小姐和姑爷入殿。刘长老呢？怎么没见刘长老啊？魔道六宗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星夜的和那个灵兽山的都是他们的间谍。怎么了？那个姑爷，就是昨天想挟持你的那个人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跟紧我，别声张。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和嫣儿的大婚庆典。既然都到齐了，就让这宴会开始吧。这阵法是怎么回事？宁家宝的护法大阵也启动了。鬼灵门做事还是这样霸道。这阵法我好像见过，鬼灵门的血灵大阵，这里怎么会有魔道的阵法？我的修为被压制了。我也是，看不见法力好像被吸走了。神符咒无法使用，是燕家堡的护法大阵，这是陷阱。我的法器也失灵了，修为被压制，看来只能依靠符箓和炼气系的功法了。这
这是什么？我唯一一张高级符箓。向后站。你们快跑！韩师弟开了个缺口，快跟上！就是魔王的陷阱，快跑！快走！来，从这边走，快跑！自作聪明，给我追！是。内人需要治病，仰仗各位了。魔道难道要与我们续戏？玄的，果然是鬼灵门。韩师弟，现在怎么办？分头跑，这样大家更有机会逃出去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先往城楼跑。快跑！法大阵着实麻烦。看来他们早有预谋，冤家跑通敌了。都是些练气期的护卫，他们的高层可能被别的事情拖住了。拿着这些符箓继续跑，别停下。快跑，不要恋战！
这里！武士弟，看来这城门是过不去了。你带董师妹先走，我留下为你们断后。别担心，快走！走。怪物，前来受死！大师兄，可恶！走。师兄，现在怎么办？韩大哥，这里，快过来。走，先进去。韩大哥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莫姑娘，除了城门，这座城还有其他出口吗？可能还有一个。在哪里？一个病人曾告诉我，下城区有一个古水道，能通向城外。是这个方向吗？穿过对面那条巷口就是了。这边。快跑！就是这儿。你们快跑，别回头！走。哈哈哈哈！燕儿，我的燕儿，燕儿，他这是……放心，他很快就行。好像还有几个漏网之鱼，我去收拾了他们。王禅，事已至此，燕家堡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。你可别忘了，我们可立下了生死咒。如果不能实现承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位姑娘是黄风谷董轩儿，谢谢姑娘相救。不客气，我跟韩大哥是老朋友了。老朋友？晚上一起看烟花的那种朋友？快走吧，有追兵要来了。前面有光。韩师兄，离开大阵范围，修为回来了。追来了吗？你们快跑！莫姑娘，你先走，我和韩师兄拖住他。快跑！一会儿打起来，分头跑。好。黄风谷的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果然是你！看来这所谓的燕家堡夺宝大会和婚礼就是一个陷阱，这些都是你的布置吧？你倒是聪明，可惜终究是只井底之蛙。血色禁地里遇到的钟武，还有黄风谷那个姓叶的，都是你们的人吗？我倒是好奇，你们还想要做什么？能不能给我讲讲？让我这井底之蛙也长长见识呢！拖延时间？你以为我会一一告诉你吗？好了，你也算是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，说出你的师承名号。我王禅不杀无名之辈，黄风谷厉飞羽，不值一提。好你个厉飞羽，受死吧！
用你的飞行符箓。 我们往回走。得在阵法困死我们之前出去。这飞行符太耗法力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我先助你出去。那你怎么办？你在这里。 只会拖我后腿，走！可不许死！本小姐等你回来。总算送走了，我可不想被师父师伯责罚。看来齐派的弟子也不全都是废物嘛。
物里有毒。此清火杖，乃墨教的毒液制成，说起来，还是血色禁地里所得。将李飞羽示范，你这手段，怎么比我还像魔道？过奖过奖。我记住你了，下次绝不会放过你。这阵法当真厉害，此人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还是不要追击了，我得赶紧解毒。参见少主。少主神功盖世，略施小计，兵不血刃拿下燕家堡，区区七派弹指可灭，小的给少主贺喜了。滚！啊，合着让人从前线给撸下来了。少主立下如此大功，想必宗主是对您爱护有加，才让您压阵，慑服群小。燕家堡的事，本想夸奖你一番，结果你不但让一个七派的无名小卒逃了出去，自己还中毒受了伤。看来你还不够成熟，难当大任。就跟在队伍后方，清扫战场之际，多历练历练吧。李飞羽，我必杀你！少主啊，你咋伤这么重啊？一定是遇到七派的高手了吧？血色禁地，墨教之毒。中午，啊，七大派你人头熟，血色禁地也去了，有没有遇到过一个叫厉飞羽的黄风谷修士？少主，小的当时禁锢着给他们捣乱了，哪能一一记得每个人的名字呢？回头打下黄风谷，把他们都抓来，咱都给他，不就结了吗？有什么消息，说来听听吧。啊，昨日发现踪迹的那几只蝼蚁，找到了没？启禀少主，事后来报，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影子。不过西南方500里有个矿场，今日的例行传信没有收到，防护阵也没有开启的迹象，估计是当差的睡过头了。500里，1天的路程，时间倒是对得上。不过西南方不是七派的地盘啊。李飞羽，可别让我抓到你。中午我们走，去那矿场看看。是。4杀阵都打
是来对了。少主，看来不是咱们的人。用你说？来人，把这龟壳子给我撬开！是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才被父亲责罚。厉飞羽，我看你能躲到几时？快，我去阵法，防备受击！还是你！去，把出口找出来。少主，这样下去不知道要耗多久，耽误了您的行程，门主该生气了。行了，不用你多嘴。来人，停止射击，准备青阳魔火。遵命。少主三思啊，魔火修士珍贵，当真要在这里使用，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？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。攻击停止了！魔道的走狗们，夹着尾巴逃吧！四下大阵其实10条法术能撼动的，这可是燕天老的叛徒们，留下你大礼呀！不好，是青阳魔斧！快，防备受击！这威力堪比接待术士一击！青阳魔火，难道是火焰门那些怪物？不好，大阵坚持不住了，怎么办？真是输啊！这样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到我这里，集中防御。其他位置暂时不要管了，这样的攻击还得持续不了多久。师叔，是吕师叔让我们来的，他们还在灵石库搬东西呢。对，他们说很快就来的。
师叔抛弃了。原来如此，看来韩师弟说的没错，我们都成了弃子，在此建树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可惜了，挤仓库的零食，算你们两个走狗屎运。跟着老子，你们两个就不用做炮灰了，知道吗？是。抓紧时间，向矿洞坑道方向撤离，或许还有一些生机。韩师弟，希望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少主，这已经5发了，古兄们撑不住了。您看，少啰嗦！那姓厉的今日必须死在这里！再来！去吧，一个不留！快，那就快往矿洞里射！快，跟上！快！可恶！他绝地3尺，要把他给我找出来！多亏了陈师叔当机立断，若不是您，我们现在啊根本都活不下来啊！那2个人去了哪？做了什么？等回了门派，你们要彻底交代。哦，
逃到这里应该没事了，魔道进不来了吧？可是这里通向哪里啊？好深啊！是啊。快点！走，少主，这里头坑道弯弯绕绕的，里面岔路特别多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，找起来太费时间。他们早都逃远了。钟无啊，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好的，少主，我这就让大伙分开找。就这几个逃出去的鼠辈，成不了气候。鼠辈，说的对呀。既是鼠辈，就要用对付鼠辈的方法。我看这魔道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钻进山里，他们就没辙了，还能移山填海不成？就是。不祥的预感，应该不会吧？寒地符，少主，使不得呀！有了这玩意儿，这个矿山就完犊子了，咱们鸡飞蛋打呀！哎，是寒地符，快跑！去死吧，鼠辈！都疯了。你过来，就是你过来。找没找到一个黄风谷的，个子差不多这么高，长得平平无奇的小子？没有。哎，哦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小的给您贺喜了。怎么？是找到那个姓李的尸体了吗？哎，难道抓到了活的？
那有什么可贺喜的？还不快去找！我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少主，我们清理了一下废墟，压根就没找见什么黄风谷的。其他几派的倒是有不少，是不是那姓厉的根本没在这儿啊？不可能，这小子异常狡猾，又非常谨慎。如果不在，那定是跑了。乖乖，可不能让他知道血色禁地里我放了这个人，不然他非撕了我不可。他从中作梗，我得赶紧把他制作，又怎会沦落到打扫战场？不弄死他，我念头不通他了。好的，少主，小的这就去找。不过要贺喜少主的是另有其事。什么事？说来听听。适才在废墟里发现了一个燕家堡私藏的灵石库，门内正在急用之际，恭喜少主，又是大功一件。这下门主也无话可说了。那就全都装上，带走吧。就当是燕家堡给的嫁妆来。老说我败家，哼，也是时候让这些老家伙们闭嘴了。像你这动不动就拿旱地符炸自家灵石矿的，不是败家是啥呀？少主，这旱地符威力这么大，那黄风谷的小子多半是尸骨无存了。我看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您先去和门主他们会合，留下一些人手，在这儿随我一边搬灵石，一边找人。好吧，要是找到他了，无论生死，给我收拾了他！哎。恭送少主。都给我手脚麻利点，快走，统统快走！这鬼地方，一刻也不想待。这种地方怎么会有魔道的正规军？难道是他们也在增兵？不好，要赶紧回去报信。少主果然英明神武，明察秋毫，绝顶聪明，算无一策，挖空心思，处心积虑。那个……好了好了，别吵了。钟无啊，近来可有内人的消息？启禀少主，那人多半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，哪用得着您费心？不，少主英明，那人如此阴险，必定还在苟延残喘。我这就派人去把他找出来，大卸八块。怎能又碰到此人？当真是冤家路窄。你在哪儿？给我出来！放开！快放开我！放开！又是你，还真是巧啊！要干什么？果然，我猜的没错，这下有意思了。
这妖人，阴魂不散，今儿落在你手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休要折辱本小姐。师妹误会了，在下可不是什么妖人。要是论起辈分来，恐怕我还得叫你一声表妹。之前在燕家堡被那个小子横插一脚，倒是误了你我相认了。谁要跟你这妖人攀亲戚？本小姐的师傅可是黄风谷第一结丹修士洪福仙子，快点放了我，不然师傅发起怒来，你这妖人可承受不起。啊！你干嘛拿我玉佩啊？快点还给我！什么黄风谷第一结丹女修？你师傅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吧？不过他把这玉佩让你带着，可见心里还存了一丝念想。看来这云路老魔还真有两下子，这么多年了还让人忘不了啊！没关系，等我们到地方，你明白了其中原委，就会感谢我还来不及呢。你这个人呢，自说自话的，杀又不杀，放也不放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错不了，错不了，你这天生媚体，再加上这块玉佩，错不了的。这下合欢宗可是欠下我鬼灵门一个大大的人情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带你认亲去。去合欢宗，我们给云路老祖送份大礼。是。这云路老魔还是这么会享受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这妖人，带本小姐到这里做什么？轩儿师妹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中午，拜山。是。鬼灵门王禅求见合欢宗云路老仙，烦请通报。王家的小子来了，怎么是来求药的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身体不行了，还是说是替你老爹来的？前辈说笑了，晚辈才得了一稀罕物。以为与前辈有些渊源，才来专程拜访。前辈若是再取笑晚辈，那晚辈可就是明珠暗投了。哦，稀罕物，拿来我看看。少主，他说的药是不是合欢散呢？你要是要那个的话，小的也有，比他那还好用。滚！谁要你这种东西？好快呀！晚辈见过云路老祖。太像了，真是太像了。你的母亲可还好？
嗯，一晃眼，你都这般大了。你说你叫什么？前辈，我叫董轩儿。终究，他还是不肯认我，不然也不会让你跟了他姓。可他若心中无我，为何让你贴身佩戴这玉佩，还用了我的表字为你取名？这个丫头还是这样别扭。轩儿，你实力本就不足，又缺乏历练。师傅，前辈所说的可是真的？啊？师傅他是正道人士，怎么会与你？正道魔道？哼，是谁教给你这些陈腐的说法？这所谓的七派，本来就是我六宗的分支。几百年前，趁着正道盟和草原人进犯，出走虚国，自立门户，说的冠冕堂皇，根本就是一群沽名钓誉之辈。前辈，此话当真？云路前辈是何等人物，为何要欺骗于你？这偃月宗脱胎于合欢宗，灵寿山出自玉灵宗。现在燕家堡也回归了我鬼灵门，看来这七派快要散摊子了。好了，看来我这个做父亲的有必要给你重新上课了。老虎的子嗣怎能与牛羊为伍？轩儿，从今日之后，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了。你这天生传承，就该修炼我合欢宗的无上法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这叫天生传承。贺喜前辈，今日与师妹重聚，晚辈敬前辈一杯。王家的小子，此事你做得不错，本座记你鬼灵门一份人情。不过，你是如何与轩儿相遇的？将她带来此地，她母亲没有阻拦吗？晚辈与董师妹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之前师妹在燕家堡历练，与晚辈曾论过一场。当时晚辈就看出她身负传承，于是手下留了分寸。不过这黄风谷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安排男女弟子一同试炼，分明是有意撮合。看当时师妹那芳心大乱的样子，可要小心了，莫要被那卑劣小人哄骗了，乱了道心。哦，还有这等事？那人叫什么？区区贱名，不提也罢。不过既然老祖有此一问，那人就叫厉飞。少主，这眼下就是黄风谷的境内了。这又是哪根筋不对了？少主，这七大派还真是惨呐！偃月宗闭门不出，清虚门死伤殆尽，只剩3个门派还在负隅顽抗。看来少主一统虚国指日可待呀！
少主，莫非是在担心那个人的事儿？那个什么厉，他不叫厉飞羽，他叫韩立。啥厉？这是黄风谷的弟子名册，这等机密，少主是从何得来？自然是有人给的。哦，可惜这云路老魔等不及了，也派红粉和骷髅去追了。如此一来，此人和死了已经没什么区别。不能亲手将他挫骨扬灰，还真是一大憾事。天凉了，让这黄风谷灭了吧。此处已是魔道附体，远离前线，戒备不算太严。看来那传送阵还未被发现。是偃月宗的南宫前辈，是师父和李师叔的朋友。前辈受伤如此之重，还能重创鬼老，不愧是偃月宗的高人啊！都是因为一路找韩立这小子。可恶，他到这燕家堡就地做什么？小辈，你们穷追不舍，真的要找死吗？前辈言重了，这要是放在平日，晚辈自是不敢。但前辈今日来的，可是我鬼灵门腹地，想必是有要事。不如请前辈到门中喝杯茶，说给家父听听，也好让晚辈略尽地主之谊。哼，没兴趣，没心情，没时间。不想死的，
就赶快滚。可惜前辈身上有伤，那就劳烦两位护法大人了。这个女的好像在哪儿见过呀？难道是那时的？哼哼，上钩了，是条大鱼。不会吧？那个是炼气期，这个可是结丹期的怪物，而且还涉及那个人。还是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趁此机会，带上一半的人，穿过树林，到前方山崖包抄，断他退路。是。我也去。是他，南宫婉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可恶！明明已经近在咫尺了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。活得久了，就愈发觉得这世上有些东西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罢了罢了，算我欠你的。徐欢，等我。
晚辈是黄风谷胡府的弟子董轩儿，见过师叔。董师侄，你怎么和这些魔道妖人在一起？啊，说来话长，师叔还是请随我们走吧，只要能解开此次误会就好。现在贵派正与六宗和谈，轩儿可以保证师叔的安全。哼，所谓和谈，不过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正邪不两立，魔道为了一己之私祸乱天下，侵人家园。我平素虽不喜争斗，但那些好友同道们的仇，却不能不理。今日在此了结吧。前辈的本命法宝已经受损，这剑招虽厉害，也很消耗真元吧？我们这么多人，前辈砍得过来吗？这又疯了，那是要人拿命去填呢。且慢！这位仁兄好手段啊！竟然不声不响地潜伏在我这不成器部下的队伍里，阴魂不散呢，怎么到哪里都有他？这位前辈，在下与此人有些渊源，不便应对，劳烦前辈与他应对。竟然是他，我可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来找他的，这太羞耻了。好，让这些人都给我让开！轩儿师妹，平日里碰上七派余孽，你避之不及，从不出手。我说今日怎么如此积极莽撞？难不成你是有意被人挟持？王禅，你胡说什么？幸亏少主机灵，险些让小姐骗了过去。好了，闹也闹够了。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等抓到这人一查便知。这位前辈，还有这位不愿真面目示人的朋友，你们就死心吧。此人狡诈，不好对付，只能分头跑了。他们的目标是前辈，还请前辈先走。我带着这位师妹，他们不敢怎么样的。筑基期不善遁法，你可有逃生之道？向西南方跑，那几个修士是合欢宗门人，他们不敢伤我。得罪了，给我拿下！小心应对，别暴露了身份。西行百里，我等着你，别带尾巴。这是什么烟雾？竟能一时干扰神识！可恶！到嘴的鸭子飞了！方圆百里，给我搜！是。
禀少主，查过了，这里没人，但灶堂最近用过，他们多半已经走了。可恶！那偃月宗女修明明已被鬼老童老重伤，没想到恢复得如此之快，伤了我几个好手不说，还有闲情逸致在此吃食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从他用的功法，还真看不出来什么根脚，好像什么都会的。而且少主，您说董小姐为什么要帮他们呢？莫非是和这俩人有啥关系？有关系？难道此人是黄风谷的余孽？这就说得通了。适才他佯装被擒，就是为了给此二人掩护。没想到这董师妹还是个重情重义的。不过适才那人是谁？不随黄风谷那些余孽逃命，却反道而行，深入我鬼灵门腹地，还与这偃月宗结丹修士相识。看来此人身份不一般呢。给我把他找出来，本座要亲自审讯他。走。是。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吧？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会回到此前事发之地。虽然已经完美潜入，但现在退化到炼气期，以防万一，还是设置好阵法吧。也不知道这阵会将人带往何处。开始吧。被吸光了，你还真是个贪吃的家伙。这下是真的要走了。
难道是黄风谷那人在此？过去瞧瞧。糟了，有人来了，不能再临时应时了，全部都用上。又是你们！少主，是那个人，韩立。少主且慢，那阵法恐怕是失传已久的古传送阵，复为那人手中的大挪移令，万里传送，须臾可至。恭喜少主，贺喜少主！这古传送阵可是各门各派求之不得的宝贝，这要是献给门主，可又是大功一件呐！天助我也！来人，将此人给我拿下！我要上了传送阵。修为怎么只有练气级？啊，受伤了吗？你也有今天！练气级太不方便了，只能靠阵法和这些傀儡死守了。小问，去！傀儡灵符，还有这么多花样，此人绝不能留！鬼老头老，速速破他防御阵法，我要亲手灭杀了他！野丹修士，可恶！无心人，再坚持一下。阵法已破，看你往哪儿跑！今日定将你挫骨扬灰！就差一点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再快点！阿力，给我去死吧！此人带走了大挪移令，还将洞窟炸毁，这传送阵一时半会儿是用不了了。韩烈！总算是故地重游了。在下韩立，我有黄风谷的升仙令。这块令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上船吧。
时过境迁，风铃依旧。只是此处再也不会有那艘迎接新弟子的船了。黄风谷的大殿，白菊山，和马师伯一起关了那么久的百药园，一切都物是人非。这里倒是什么都没变。果然没错，当时所知甚少。以如今的见识来看，此处灵泉果真是灵眼之泉，虽然小了些，但既已重见天日，便带去新洞府吧。手中的灵眼之物总是不嫌多的。灵气外射。后宫是老子的！别动，都别轻举妄动！可惜了这些傀儡，战力极限也就到此了。若是日后有机会，能获得一些更强力的资材就好了。前辈饶命！晚辈没有恶意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无意发现此地灵气异常，特前来探查一番。晚辈绝没有与前辈为敌的意思啊！对了，在下于侯，那鬼灵门少主王常麾下。前辈认识少主？啊，太熟了，何止是认识，简直是生死之交。哎呀，这事闹的，前辈是少主故交啊！那晚辈更是冒犯了。哎，委实不知是前辈在此，还请前辈将晚辈放下，容晚辈正式赔罪啊！你会错意了。我说的生死之交，实乃你死我活的意思。快跑！这四散奔逃的情景，和当年倒是相似。我让你们动了吗？跑不掉了，快进！进去！不行了，快跑啊！快回来，要崩了！
出来！你要去哪儿啊？有这么可怕吗？鬼灵门。我很凶吗？我很有分寸的，怎么一下子昏死过去了？如今鬼灵门的形势大概了然了。哼，他们的元婴修士还真不少。不过，王禅那家伙还只是区区结丹期，可别让我逮到了。少主，刚收到碎魂老祖的传音，说有人在咱们虚国分坛砸场子，想让您前去看看是咋个事儿。碎魂真人那个喜怒无常的老家伙，他一个元婴老怪，操心这种小事做甚？是哪个分坛？少主啊，太岳分坛。就原来黄风谷那个。黄风谷，真是晦气！我一个堂堂结丹后期修士，怎么会跟一个不知死在哪儿的筑基杂碎怄气？嘴上这么说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咋还这么念念不忘呢？那要等到结婴时，那心魔还不知道闹成啥样呢。笑得真难看。不过胆敢对鬼灵门不敬的人，必须严惩。童老、鬼老，麻烦你们二位前去探查一番，敢在我鬼灵门地盘上撒野的，必须叫他有去无回。是。有劳二位道友啊，有劳有劳。喂，哎，来。我发现你有点游手好闲，要不你也跟着去一趟？好家伙，明明上面安排给你的活，非让我干，我干了功劳又是你的。少主啊，冤枉啊！我最近可忙活了。对了，六宗另外那些人最近蠢蠢欲动啊，尤其是那个御灵宗。少主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，有一个小队鬼鬼祟祟，木着呢。交易会第4日，还请道友来此御简标明之地一聚。有劳君侯久候了。韩道友，果是信任了。道友来的正是时候，请。一会儿我与道友逐一介绍。诸位，韩道友到了。是你？结丹后期了，挺出息的嘛。这另一人，想必就是当年燕家堡那位患病的小姐了。没想到，在此地还能遇到故人，真让韩某有些意外。怎么可能？你已经结成了元婴？怎么回事？你认识这位道友？二伯，此人就是我与你说过，那个黄风谷姓韩的。放肆！韩道友已经是元婴修士，又岂会和你一个小辈一般见识？
在下鬼灵门王天谷。当年之事，是小侄不识真人，多有冒犯，但还望道友看在此次同行的份上，将此事暂且接过，如何？即便当年我与王小友有过一番龃龉，但时过境迁，韩某又怎会与一个晚辈计较？阁下多虑了。计较？此人3番5次欲置我于死地，我跟他的账可还没算完呢。那就谢过道友了。回去后我会严加管教小侄的。倒是道友，不过短短200余年，就从筑基进阶到元婴，当真令人惊叹。若是假以时日，即便是元婴后期，也并非不能指望。哼，如此看来，王某与在场诸位，倒都是显得资质愚钝了啊！这老东西想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吗？这位道友，当真只有200余岁吗？诸位，稍安勿躁。韩道友，请。今日大家相聚在此，共谋大计，切不可为些许小事伤了和气啊！各位道友虽境界不同，功法各异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神识都异常强大。其他人倒还好，怎么还混进来2个结丹小辈？有道友，像我等这般神识强大之人，可实在是不好找啊。这2个小辈虽修为尚浅，但2人联手施展秘术，短时间内神识可是不弱于元婴修士，倒是勉强可以一用了。今日邀诸位来此，是想严请诸位陪本侯跑一趟木兰草原。我没听错吧？木兰草原？道友误会了，我指的不是深入其中，而是在100里之外的边缘地带。那也是非常冒险的事，外人不知，但我等各势力高层都心知肚明。木兰人这些年蠢蠢欲动，如今正驻扎在边境之外，还聚集了不少与我等同阶的元婴法士。万一被其察觉，陷于敌阵，又当如何？恐难全身而退呀！元婴法士精于各种高阶灵术，本侯曾和他们交过手，确实难缠之极。哼，那又为何要去啊？说的是，南龙道有3思啊。所以那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冒险啊？
本侯不希望有除我等以外的第10人知晓。云道友，请吧。苍坤上人的一级洞府，够不够分量啊？苍坤上人，你是说传说中数千年前力压正魔2道的那个狂修？力压正魔2道，狂修，苍坤上人。回去之后，将你与他之间的恩怨再细细说与我听。此人明显对你恨意未消啊！是二伯，没想到当年一念之差，竟给自己树了一个大敌。不过，你也不用过于担心，以血灵大法的无上威力，你们夫妇联手，也不见得就真惧怕那小子。待此秘法再行突破一层，你2人皆可尝试结英。到时候谁找谁的麻烦就不好说了。不过此行你们夫妇不要离开我太远，以防不测。多谢二伯。那小子原来曾是黄风谷的修士，那灵狐老鬼好像也来参加交易会了。他和那老鬼不会有什么瓜葛吧？罢了，无妨。诸位道友，就是这里了。此地灵气稀薄，又无明显标记，若非南陇侯领路，还真是很难寻到。当真在这里？南陇道友，快些打开入口吧！且慢，在进入之前，我再重申一遍咱们此番商定的规则。进去之后，无论有何宝物，我和云道友要先挑一件，剩下的再平分。诸位道友，没有异议吧？未达目的之前，怎么说都会相安无事，但在之后会发生些什么，可就都不稀奇了。下面就是那太庙神境了，都小心些。果然能隔绝神识，这矿石看着倒有些熟悉。入口被封死了。道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道友多心了，这是外面禁制自行启动，将石山弥合起来罢了。我们二人上次来也是如此，
只需等待3日之后，此禁制最弱之际，我和南陇兄便可再次分开此山了。而且，有此山在，诸位倒也无需担心那些法师寻到我们了，不是吗？云道友说的是，只是初来乍到便有此变故，难免让人生疑。若还有什么机关，还请2位提前告知。好了好了，道友们，留神了，此处才是之前令我和云道友铩羽而归之所呀。好了，大家一起用神识之力破解此禁吧。此法虽胜在一个“稳”字，却难免要耗费些时间了。无需这般麻烦。老身最近新得一件异宝，专克各种禁制。不过，若老身独自破此禁制，这宝物的优先挑选权，是不是也该由老身一份？白夫人，请吧。其他道友也是。若有谁能独自破除这里的禁制，都可以在我2人挑选完后，优先选一件宝物。这就是克制各种禁制的炉棚——雷火锥。若是没有风雷池，面对此等古堡的偷袭，当真是很难全身而退。不过光凭一种神通，恐怕还不足以破除此禁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太道友适才似乎触发了某层禁制。好，禁制怕是要反噬。诸位速速释放神识，还住！此阵名为太庙多宝万法阵，唯有以自身神识投入，抽丝剥茧，方可解开。一旦出了差池，必遭反噬，是故凶险无比。不过也有雷土成山、积水成渊的解法，只是要同时操控10余个阵法而已。对于大隐诀来说，也不算什么难事。原来韩道友也精通阵法之道。
凡阵法大师的名头，何人不知？哪轮得到他出头？这种时候还要更沉得住气才行。毕竟是上古10大神境，岂是那么容易破除的？这么慢，到底行不行？没想到韩道友竟然真能独自破掉此阵，好，很好。韩侯和云道友说话算话，等我2人挑选完后，韩道友也可以优先挑选一件宝物。南陇侯，宝物虽好，但再往深处，不会还有什么禁制或者陷阱吧？放心，依照苍坤上人的遗言所述，只要破除了太庙神禁，之后畅通无阻了。老实人，谁会特意留下遗言呢？韩道友，请。此画轴，这便是苍坤上人。也许吧，颇有几分张狂之气。不过此图并非什么贵重之物，供奉在此，应该是有什么用意。有点古怪，貌似只是普通的绣像图。姑且将此物收起，等会儿寻到其他宝物时，再做归属吧。当年你留下的隐患还真不小啊！二伯，我……但此人刚才确实是破除了禁制，需要他逞威风吗？在场强者云集，只不过没有用全力而已。可恶！此人一天不出，我几时难安？行了，咱们走。实力为尊，永远都是修仙世界的硬道理。不过此人与我鬼灵门终归是个祸患。此处不在天南地界，若是有什么不测，想来那落云宗也无从追究。古堡，还有对元婴期有用的丹药，这一趟值了。虽都不是凡品，但对于传说中苍坤上人的名头来说，似乎有些不够看了。
韩前辈对这阴灵草也感兴趣，此物却是炼制阴寒类丹药的最佳药引。阴灵草只有100年期蕴藏的药性最强，如今此草在此待了不知多少年，用处已经不大了。没想到韩前辈除了精通阵法外，对炼丹术竟也有涉猎，如烟佩服之至。燕小友，你不知道韩某和尊夫的关系吗？如此刻意与我攀谈，难道不怕尊夫发现？妾身怎会不知？当年燕家堡一事，妾身神魂受制，对外界浑然不觉。否则，妾身纵是死，也绝不会同意他们所为。若你知道，又当如何？做出决定的是你父亲，既然已经做了选择，就要为此承担后果。确实是妖族文字，不对，虽大致相似，但更加晦涩难懂。道友且慢，王道友何意？要与老夫切磋一番吗？这就争起来了。道友多虑了，王某只是想确认一下，道友是不是只要此盒中之物，而放弃挑选其他东西的权利啊？哼，那自然是要先打开看看再说。若是毫无用处，老夫自是不会挑选的。王某没记错的话，我等答应2位道友的是先挑选2件宝物，剩下的再平分吧。可道友觉得挑完这3个玉盒，剩下的东西还够我等平分吗？果然按捺不住了。王道友有何打算？不妨直说吧。难不成想要毁诺吗？哎，王某可没有毁诺的意思，只是这里可分的东西实在不多。这些玉盒神识无法穿透，其中10有8九就是此地最为贵重之物了。说不定就有苍坤上人那深不可测的功法，或者如何从坠魔谷全身而退的秘密呢？此种情形下，2位道友还要先查验一番，再决定取舍。哼，不觉得过分吗？过分？老夫只知先前便是这般约定，到了这里东西不够分，又与老夫有什么关系？2位优先挑选，我们自是认的，只不过盒子就不必再打开仔细鉴别了。道友若是不放心，大可挑选其他东西，比如眼前这张寒玉床，也是难得一见的宝物。够了，不必多言。若是还有谁觉得王道友所言有理的，尽可站出来了。本侯倒是觉得
王道友如此有恃无恐，不惜毁诺强出头，应该不只有台夫人一人支持吧？哎，南陇兄不必动怒，王兄所言也非全无道理。道友总不能连一口残汤都不给我等几人留下吧？好，很好。看来你们几人早就沆瀣一气。是什么时候商量好的？一路上应该没有这个机会。那倒也谈不上，不过和2位元婴中期强者一起寻宝，我等在出发前自然是要小聚一下，好商量出几种自保和出现意外情形下的对策罢了。而眼下这种情况，正是预料的情形之一呀。韩道友。你也是如此想的吗？2个元婴中期对峙4个元婴初期和2个结丹后期，恐怕打起来也是势均力敌。韩某哪有什么意见？无论王道友还是南陇兄，讨论出什么结果，在下都不会反对的。南陇兄。跟他们说这么多废话作甚？这几人真以为联起手来就能让我等让步吗？简直痴心妄想！元兄且慢。清溪家，你果然将此宝贴身穿戴了。好，很好。没想到竟然连你也被他们收买了。收买，恐怕他才是主谋吧。几位道友小心了，绝不能放这厮离开此地，否则以他的修为，伤势恢复了，我等的麻烦可就大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苍坤上人的唯一后人，南陇侯。苍坤上人的唯一后人。杀了他，他的那些宝物，大家就平分了。韩道友，你若现在肯和我们联手合作的话，他身上的宝物也算你一份，如何？道友，非是我等背信弃义，也是你此番犯了众怒啊！联手，哼！一旦解决了南陇侯，这些人绝对不介意再多杀一个。若真想联手，早就拉我一起上议了。都活了几百年了，谁会信这种肤浅的把戏？我虽不知你们几人是何时被我这位结交了上百年的好友拉拢了，但是韩道友，眼下你我2人只有联手，才能换得一线生机。若是被逐个击破，就只剩形神俱灭的下场了。他只是强行压下伤势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尤兄，先缠住姓韩的一时半刻。好说好说。等出去。
南陇侯便是他的死期了。此人实力多半是这几名元婴中最弱的。接着，韩道友够仗义，这盒子送你了。若盒中真有什么坠魔谷的秘密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也算是道友的机缘造化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把祸水东夷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此人倒真是个人物。长儿，你们二人去协助游道友。是，二伯，我正想会会这位韩前辈呢。说了这么久，却无一人动手，看来他们对这南陇侯还是多有忌惮的。不害怕，你们上啊！谁第一个上，便拉着他同归于尽。南陇兄，休要虚张声势了，拖下去只会对你不利。却是斥责生变。一月，准备走了。收到，主人。闪，快退！小心，此人要逃！长儿全力防御。是，二伯。休走！韩道友，周某早就想会会你了。挨得好！去吧，道友！救命啊！不好！王禅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二伯救啊！不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不施术帮长儿续枝？我已经试过无数种法术了，可都没有一点效果。这股黑气在伤口处始终聚而不散，无法驱除。是才那一击实在诡异无比，护体虚无根本无法阻拦分毫。我就为躲过那拦腰一掌，只来得及跳起云帆。这是什么法术？这是一种未曾见过的顶级魔功，怎么可能？难道那小子跟魔道其余武宗有关系？真没想到，此兵竟然如此歹毒。有道友的肉身是保不住了，只能让他的元婴自行出窍，回去再找合适的躯体夺舍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停吧！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是没想到，他的元婴刚刚触碰到冰壁，就一下子燃烧起来，元婴须臾就焚化了。200余岁便进阶元婴，仅一个照面便能轻易灭杀同阶，精通阵法，还有某种顶级魔功，再加上诡异的雷遁术。韩立，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哼，都怪这数字，当年没能弄死他。夫君，如今此人已成我鬼灵门的心腹大患呢。